我是大鱼葬花的罗子文，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最闪亮的星星。我叫张叶文，我在《红楼梦》里饰演王夫人和王熙凤。我相信我能将王熙凤和王夫人这个角色饰演得非常好。你们一定要给我猛烈的掌声哦！我叫周景文，我化好妆以后，一到台上我就自己心里充满了自信，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台下的观众。我叫朱传磊，我在剧中扮演宝玉，谢幕时每一道的掌声是对我的鼓励。我是张朵妍，在越剧中饰演贾宝玉。我相信一年中所有的努力都会成为舞台上最美的一瞬间。我叫吕柯瑶，我是本场最小的演员，我相信我是最棒的。我叫司徒周旭，在剧中扮演周辅官，我是全组唯一的男生，我一定会不负众望，给男生争光。我叫沈思涵，我在剧中演的是林黛玉和紫娟，灯光打在我身上，我会异常的兴奋，也希望这次表演能圆满成功吧。我叫张俊宇，在剧中饰演的是贾母。一当我登上舞台时，我就感觉十分的激动，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全力以赴地完成这次的演出。我叫王芷涵，我在《红楼梦》里面是扮演雪雁和薛宝钗。我觉得上舞台并不会有什么紧张，只要什么都不去管它，然后觉得自己是舞台上最亮的星星，就什么都不用怕了。我叫翟晨凤，在剧中饰演紫娟和王夫人。学越剧虽然辛苦，但我会把最好的一面献给观众。叫涂佳怡，我在《红楼梦》里饰演贾宝玉。每当我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都感觉特别兴奋。好，我叫王雨涵，我在剧中扮演的是贾宝玉。虽然我在台上有点小紧张，但是我会演好这场戏，不让大家失望的。叫张子玉，我饰演的是贾政。其实我觉得演好一个角色的话，演出前的一个自己的努力，还有出场前的心态整理非常的重要。我很期待明天的表现，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加油！我是张悠悠，角色是晴雯，还有各种小丫鬟的角色的。上场有一点紧张吧，然后。我叫李飞宇，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贾宝玉。我觉得，演出结束后，大人的掌声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叫宣晴媛，在《红楼梦》中饰演王夫人、各种丫鬟和薛宝钗。我非常感谢。各种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然后呢，我也很希望在8月4号那天的晚上，演出一个好的结果。谢谢。大家好，我叫李晨曦，我在《红楼梦》中，饰演王熙凤，还有薛姨妈，还有各个丫鬟。我希望明天，大家可以表现出最好的自己。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在这盛夏之夜，由宁歌艺术团倾力打造的少儿版《红楼梦》即将和大家见面了。那么首先呢，我谨代表我们艺术团的全体成员，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宁波市演艺集团的责任和使命。粤剧《红楼梦》是我国戏曲经典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经典是知识，文化是血脉。少儿版粤剧《红楼梦》的推出，也是我们宁波市青少年美育成果的一次最好的展现，让孩子们通过排演整部的大戏，有一次全方位的提高。让经典艺术滋润少年的心田，让传统文化给予成长的力量。我们坚信国粹的魅力必将照亮孩子们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呢，真的是可谓非比寻常。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平均年龄啊，也只有10岁，那么最小的呢，还只有7岁。还有进团才半年多的时间的小孩，所以呢，但今晚呢，他们将要呈现的是全本的粤剧《红楼梦》，所以说其中的难度呢，真的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孩子呢，都是在校的学生，那么每一周呢，他们也只有1次的上课的机会，那么每一次上课的时间呢，大概呢，也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倾注了我们宁歌艺术团所有老师的心血，依托宁波市演艺集团得天独厚的资源，宁歌艺术团的孩子们受到了最为优质的专业的教学。粤剧名家张小军。
剧目，快去兼顾。是。拜见二曲目，不小了，为孙女儿一帮坐下。看你身子单薄，少不顺意，恰是为何？为孙女儿自小多病，作为7万日期，并且倒是尽了。林姑娘来了吗？啊，怎的来了啊？二爷呀，在哪里呀？在哪里呀？二爷呀，老公，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早晨来推西铁堂，今朝临亲归客堂。
来。大娘这里的这个小丫头怕太稚嫩了吧？就把我身边的那个自觉丫头接了大娘好使唤。金姑林姑娘，八爷回来了，八爷回来了，八爷回来了。老子安，太太安，宝娘，啊，家里来了客人，快来见过你林妹妹。林妹妹。妹在一起就好么啦，来坐下坐下。妹妹，你有牛没？我没有牛，你那块牛也是先喜欢着吧？岂能身上都鱼？什么喜欢的东西？身体高下不是？我是理不理你？我可不要这东西。宝牛，宝牛，你生气要当马生容易，何苦去塞进那命根子哦？家里几只妹妹都没鱼，今天来了生气死的妹妹，她也没鱼，可见这不是好东西。快带上！我不要。宝兄弟，快带上！我不要。宝兄弟，快带上！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宝妞，当心你的刺头，快带上！宝兄弟，咱们祖宗不是堂堂小姐吗？这富贵家业，岂是王上这个命根之命？对呀。
人之不可以不知，是故终成属于小子之门语。现在在哭闹，你还在笑你？为是你说我迎来把卡背，本想看得几数钱，谁谁恭敬请教诲，一同下了多生啊言，这儿明掉落的词儿文章，到大路儿黄毛云少口二姨，静雯，咦，静雯，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呀？是我自己画的。画的一点都不美。我来替给画一下吧。哎呀，小钟钟，你懂素养的。哎呀，就让我画个人吧。好吧，那就让你画吧。二姨，凤凰文静无压力，次次替奴婢画上名。你放下真情父母你，给老爷知道定怎配。哎呀，二姨，先是推翻不是吧？总说你不是真心读书，你应该长成个读书的样子嘞。读书吧，哎，孙悟空他是了紧箍咒，没法子了。哎呀，二爷，你说真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呀？我们的是人姐姐，可以让你紧箍咒了你。快，我不是让你吃上吃嘞。哎呀，二爷，快你捏成这个样子来。咦，这条黄金是哪来的？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哪来的？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哎呀，什么样的朋友竟会送你这样的东西？你呀，不知与姐姐商量什么三角距离的什么来了？哎呀，你少关心好不好？二姨，来，你哪里来的？是一个抄袭的朋友，离开王府时送进我的呀。抄袭的二姨，原来你有戏子也叫起本鱼来了，这可怎么得了你？哟，与戏子叫个朋友，这那得有分量什么大材料吗？你好了好了好兄弟，哎呀，包姑娘来了，包姑娘请手啊，包姐姐请手。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在谈讲些什么嘞？哎呀，包姑娘，你快，讨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这可怎么得了你？包姐姐，你不要听到这些。二姨，二姨，老爷吩咐，明日一早要有贵客是来拜访，在你简讯拜客你。又是拜客，这是老爷吩咐的嘛？宝姐姐，你听我想想，
老爷每逢节的宾客，终生无一辈子。你说这是为什么？那是随着你的人才出足，人家仰慕你，都下来看看你。我无非是个说出优秀的俗人罢了，配人家仰慕吗？你不要忘了，你是贵妃娘娘的弟弟，怎么不叫人仰慕你？我真不鸟于这些老东们。来哇，娘宝娘想想，世上哪有不鸟中官生来访？当然有心思问这一切的道理呢。这道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常言道子养，可来急，虽不想高攀家为过白的么？哎呀，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沈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沈家什么老多。你想怎么样当老爷不生气你？没什么，事儿不早了，我也该走了。宝兄弟，我走了。哎呀，我送宝姑娘，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与我一样。因儿是宝姑娘，要是我要林姑娘啊，不知又要怎么样？宝姑娘真是娇生敬重，可是你到底沈家身份了？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稳当的话。哎呀，二姨，二姨。背的一句知心话，春风暖胸怀，此心归无家。说什么？咦，二爷，你上次教我弄的书，我叫你拿到了，在哪里啊？快拿来，我看，在这里。谁相机？二爷，对不对呀？对。二爷，这下你该赏我了吧？好，每天上一条钱，谁没有见过一条线？咦，二爷。你把这象牙雕给你送给我吧，拿去。咦，二爷，你把肉包也给我吧。哎，这肉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不准拿？二爷，咦，嘿嘿，
好书，老爷却不信我的。竟是背地里，偏要动他一个伤花。都别说这件事，哪个西厢见了子先长生亲戚能是赢家，我因身经更比张生子，他让我身不由己全在此。但愿得今晚梦里不起身咦，你在这里做什么？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转工这归了你。你吃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狂攻迷我玩就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是你，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借我看看。好妹妹，借你看我是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神。什么书啊？妹妹，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夸了啊，也妈也不想去了你。细香记。妹妹，真是好文章，你看，你是好好。明朝娘我对着这池子里，养老对我
我要去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好妹妹，我们不但这个了好吗？我们手下来干点别的吧。好妹妹，我上次当你忙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咦，你这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儿遇上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愈为做愈为些，为什么金的、月的？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见不个数而不见线都不知道吗？这个我要他，而是你的你。嘿，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怎了什么人了你？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吗？我们众臣去王府，有一戏子名叫机关，乃是王爷心儿的。至今多日不见委屈，传色与令郎暴虐，相较甚恶。今日到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故此就老先生专指令郎，请将机关放为一则。可有王爷奉恳之意，而怎么？哈哈，以免下官救命之苦。是，请大人稍等。队长啊，换包牛来。老爷，过来！你这该死的奴才！当机关是王爷家天成王人，你尽管引得他不逃。机关呐，我实在不晓得吃什么。大智难把了国宝，哪叫你万金万金的呀！你我不用讲你。大
了，去打吧嘞！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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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起来！老爷，老祖宗，快来救救我啊！乱叫，与我狠狠地打！哎呦！苍天，天哪！向我家父，你是死里作揖，对公民，竟才要这样不忠不孝的孽子！老爷，老爷，哎呦，老爷，老爷，保牛生算给当，年给保重啊！当时保牛失效，要是被老太太知道了，岂非是他了？养了这个孽子，我也不孝，曾经是结过了他一家二货。老爷，年给困在夫妻的份上，我年已半把，只有这一个孽障。保牛，我们俩不是一起死了吧？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拿他不可。拿绳子来，快拿绳子来呀！老爷，一定要拉死他，把我先拉死了，把我先拉死了。你先当死我，你先当死我，再当死他。保佑！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坏儿子进去死了，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你若来和我再说话，我倒有话要吩咐。只是我这一生没有养过好儿子，叫我和谁说去嘞？儿子管教他，也为的是永中要走。老太太说此话，做儿子的是何担当得起呀？嘿，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就经受不起。你那样的板子，难道保牛就经受得起了吗？啊！我那不争气不要好的孙子哟。老爷。
送去。哎，二爷，快去吧！啊，你呀，快去吧！我上到手啊，只行的。什么金元两月，我偏要上，我是音乐。宝姐姐，是你呀，宝兄弟，你身体太硬了。多谢宝姐姐劝举，我今都好了呀。你来了好多水了吧？我刚走一回，我方才我听见你在梦中骂着你。哦，是真的吗？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啊，是为了梦中子夜不做违心，宝兄弟样样苦开离别，中年女儿最好呢，宝兄弟，我原来是望望你的那儿，听说你近来做了几件新事，我是特来赏几分的呀。宝姐姐呀，我的事设备做得这么好，也不知你英灵妹妹的。我今天早上请你冰了一番呢。哎呀，宝娘到书房去吧。宝姐姐，请。宝姐姐，你看，宝兄弟，喏，什么宝姑娘、白姑娘的，日子不是来了就走着，叫人半夜三更不得好
噻。谁啊？都睡着了，于是明天再来吧。是我呀，我不开门。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的二郎，你要切什么，只管告诉我，我叫凤丫头弄了来切。只要老太太喜欢切的，我都喜欢。姨太太没什么好的借你切呀。老太太需要客气，是叫凤丫头已经忙完了。哎呀，姑妈虚设了，老祖宗只是眼神要酸，
要不先生又说呀，早就把我也吃了你。你听听他这上巧嘴。我来了这几年，流行的看起来呀，真的儿嫂子真样巧，也巧不过你老太太。我的儿郎，我如今老了，还巧什么呢？想当年像冯丫头一把年纪，那倒是比他还强呢。姨太太，不是我当面奉承，千真万确。我们家是个女儿顺气，要是好，要是巧啊，我还不是宝丫头哟。老太太说偏了，是这样的，这倒是真的哦。我是常在被听见老祖宗说起包姑娘好命，老太太去都准备好了。哎呀，老祖宗请啊！姨太太请啊！老太太请！姨太太请啊！老太太请啊！老太太，老太太，爱情意外生子，孤影抛情了
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困醒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后就了开手吧。你说吧。是两句你听不听？哎，究竟是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世的归缘，缘难讲。怎么了？你在哭啦？谁在哭？看，自然滚着你。你要死了，动手动脚的。啊，此话忘了情，不去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了。你既这么说，
那我来问你，那天我到幼儿园去，你为什么不这样问开门呢？哈，是我从哪里说起呀？哦，怪不得你不理我呢。好，我是管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切，谁叫你赌咒发誓的？那一天呐，我不顾长的望天上花，雷发你兵中共台心，谁知道碎了俩的银麒麟，抄了你幼儿园里的玫瑰，撇下我们凄凉的园门，遍体生纹梨花尽。你那一生梦着都不离谁，今生有比自这辈子80年。好嘛，我实在不是你来过啊。那天至于保洁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观察的好事，都会去粉饰噻。我定要教训他们呢。是要教训得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你娃这些话倒是气我，你还揍我啊！这有什么样性呢？哎呀，筋都抱起来了，我还记得一莲花呢。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是说话。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故中不明白是话吗？难道我辈子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唉，连你的意思体体不差。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了。你要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便是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我的心都过不了。唉，你总是为不放心的缘故，才赌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尚能宽慰些病，最为好你。妹妹满嘴，你再让我再讲一句话再走，好不好？我有什么可以讲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我怕等你说出来，我就是死了。
紫娟是你呀！二姨在跟谁说话呀？啊，紫娟，我正有话问你呢。什么话？妹妹今年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呀？咳嗽倒是好一些了。啊，阿弥陀佛！你说不信山道的神，怎么念起法来了？哎呀，这叫凭据乱投医，你呀呀！黄牛虽是一情深，是真是假怀难分。他和姑娘好一层又退一层，不知道他究竟玩的什么心。我只劝情深到
禀报。是。宝牛、大牛，以前小孩子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事情大了，你看怎么办才好呢？老太太，因我看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早次上宝牛挣了亲，以免得将来唱什么嘞？我也正想到这一层呢，可是娶谁为好呢？老太太，宝丫头倒是真的拼个短房等用结辈，可是宝牛想的是林姑娘，这倒叫人难了。难倒是不难，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件事只有一个调报机。调报机。好。
你心底负重谁？这负重谁是我自累？自勉起。
去。宝儿爷真的要去保姑娘了，记得今夜成亲，兴旺都是另外说着的，上头吩咐了，还不叫我们知道呢。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啊？宝玉，我看他明早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林姑娘怎么样了？是这姑娘，刚才老太太与二奶奶商量过了，那边要你使唤你，要我使唤？醉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只算是出来听儿使唤的。只是林姑娘，她也肯请你。是这姑娘，你这话对我倒是是的，可是我怎么为兵上头呢？醉妈妈，你只管去为兵上头上。宝儿爷去请完不了水，又必神的端起把名菜，那便是一片喜气生死你，聪明能管一大堆，你要我自卷于何用？这锦上添花我欲不为，我自卷金色里，只愿听着病榻旁边断肠话，绝不碰东方天上的官配，等等姑娘断了情，再把我分身谁光我也不走来。这江姑娘，这江姑娘，哎，杏叶，给我嘴巴，怎么一个都不去呀？上头是不能省的，这
子，爱鸟在此没有轻率，我的孙子是关心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宝妞啊，来，你要稳重些啊！我知道。邻居们，今天是中国岛节，天上人间，是天间称心，满意的
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坐着，老爷也在外边等着你。先生，你快告诉我，放射住的那位美少是谁？是新去的二奶奶呀。哎呀，新去的二奶奶是谁呀？老爷只是娶的是宝姑娘。林姑娘呢？娶的是宝姑娘。本来这是宝姑娘。是宝姑娘。是宝姑娘。老祖宗啊，天下太平，我父所求。只娶妹妹孔子。已经病得这个样子，好不叫我心痛啊你！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到你们去。我到你们去。宝妞，
空中光灿灿，泪淋南疆苦尽孤零
共枕眠，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同心相采花间。不啊言，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到那可怜我伤心不改的花心。曾记得怡红院上了闭门啊，隔的是十步爱心也不眠。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大病啊，天！我为你是在梦里长，当想念。好容易拍到东方花烛夜，总以为妹妹姻缘心情，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剑家，原来你妹妹是我陪
个缺死鬼。这些话我早就听够了，神已死了，我是些什么呢？只有妹妹临死，她讲的什么？唉，想当初姑娘贫中富生恩里，床前只给我痴心的，他这便是楼桂湖山根起。
不是他。我买人钱了，我买人钱了。句句真太子大错，一根插人把众生苦。提起高一望我心却一块难在。你是无恙朋友早已有，我岂能一股情儿才逃从今你才不别在地想我远中去更永不怕生气难在夜里高的
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宁歌艺术团的少儿版的《红楼梦》呢，演出到此就全部的结束了。但是我看得出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还意犹未尽。大家说，小朋友们演得好不好？精不精彩？真的，我也深深感受到，今天所有舞台上的小朋友每一个都非常的棒，都超级的发挥啊！所以说呢，下面呢，我们就请上我们宁歌艺术团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王琦导演，以及我们艺术团的校长石佩君上台和观众朋友们见个面，有请。好，先稍微往后退一点，谢谢。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指导老师、导演以及我们校长对这部戏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以及他们辛苦的付出，我们对于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是不是大家还久久的不想离去啊？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演出呢，到此真的是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但是我们下面呢还留点时间，让各位小朋友尽情的拍照啊！我们有家长的也可以上来尽情的跟我们小朋友留个影。好，朋友们再见。